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台湾人若讲到选举就热，我和阮知己的北部广播电台名主持人阿国啊，伊的名我呐一日国，我拢叫伊共国。阮2个坐做伙咧看电视，民意调查发布出来，我讲哇，这2个候选人偏偏咧选市长，5分呢。结果阿公兄甲我讲，但你也无斟酌看，即马阁有4成的人还未表示讲伊要转互啥，所以这边3成的人咧支持，要迄边3成的人咧支持，你毋着爱讲3分才对。我讲毋是啦，大哥，台语咧讲5分吼，意思讲吼势力相当啦，平棒，安尼讲叫做5分啦。原因的5分，国政讲来到遮，阿公兄才甲我赞声，无怪安那，无怪讲吼。这个现任的候选人就是看对手，离处哦，离处到5分，拢是台语一句词顶他2遍。啊，咱有当条看布袋戏，拍伫咧耳孔边咧暗报军机，会讲吼离处这班啦，做戏的足紧的，当做过。头拄啊已经你知影剧情啊，毋免搁再讲一摆。安尼叫做离处这班，毋过咱也单纯讲离处。意思就是看伊轻啦，看伊无啦，感觉讲伊的条件、伊的实力不过也到遮尔。即句话才会讲离处。讲来到遮，国政阁甲你探讨一下，台语若一句词重复2摆，伊咧表示拢是迄个程度较轻哦。我讲对，就是因为现任的市长看对手离处，所以你有斟酌无大哥？你甲看伊咧选举无意。咱若单纯讲一摆无意的时阵，就是完全无迄个意向。毋过吼，共一句词重复2摆，定下2摆落去，程度会变较轻。毋是真正无意啦，无将对手看在眼内，伊就是无意。咱讲一摆尔，但是吼，伊安尼要选啊，毋选呢？对啦，伊真正讲无将对手看在眼内，毋过伊无表现出来。无意尔，比较敢若讲一摆无意，伊的程度就较轻。啊，无意，就是讲心肝无下伫遮嘛。无意，就是讲伊真正无真主心要投入这个工课。安尼讲叫做无意嘛。这是国政啊用心计较收集起来，是台湾人做事一款的习惯性。共一句词你若重复2摆，程度就会变较轻咯。